小兄弟，你能帮我一个忙吗？怎么了？我手机没有电了，你能借我1块钱坐公交车回家吗？谢谢谢谢，我一定会还给你的。那个，我中午正好没吃饭，你能把你的馒头给我吃一个吗？谢谢谢谢。期待白昼，接受所有的嘲讽。快手，看见每一种生活。